中谷，借錢緊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Ariel 就係列同我嘅雨季救星。Ariel 室內晾衣本專為室內晾衫而發，做到抽濕機等級嘅超強抗臭，即使90%高濕度下都 OK。而家有咗 Ariel，簡單洗一次就冇噏臭，真係啱晒香港長期咁潮濕嘅天氣用啦。